在帮各位大家来介绍，这是《观无量寿经》啊，是维提西夫人被他的儿子阿舍斯王把他抓起来之后，关在那个冷宫里面，把关紧闭一样把他关起来。他的母亲呢，平常他还没有发生这个案件以前，他是贵为夫人呢，是皇后，是个皇后。你想想看，她权力多大啊！权力多大？那可以邀请啊，释迦牟尼佛呢，经常到皇宫来讲经说法。但是突然间，他的儿子，你看忤逆不到啊，把母亲呢关起来。你想想看，他多痛苦啊！在那个冷宫里面，那时候每天哭哭啼啼的，忧伤埋怨呐、哀怨，非常的痛苦。那个时候，他刚好释迦牟尼佛就派2位弟子来到空中安慰他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维提西夫人呐、跪在地上啊，跟释迦牟尼佛禀告：我为什么遭遇到这种命运啊？那佛陀，你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？就提婆达多这个人就你为什么会跟他做朋友呢？你跟他为什么做兄弟呢？你是什么因缘？你是这么伟大的人，为什么跟这么坏的人会做兄弟呢？奇怪了。他一直不断的提出他的疑惑，结果这时候这个维提西夫人就讲了：此浊恶处啊，地狱恶鬼畜生盈满，多不善聚啊！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。维提西夫人遭遇到这种有史以来在人世间里面最大的创伤、最大的打击。孩子们对父母这么大逆不道，就是不孝顺，而且把他关起来，把爸爸也关起来，准备杀他，把他饿死。你看这个怎么会生这个孩子呢？他说被提婆达多把他诱拐了、陷害了说服了，结果整个他听他的话。听这个提婆达多的话，结果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正在痛苦求助无门的时候，这个夫人呢就讲了，这种污浊非常坏的地方，就我们人间为什么出现这么坏的地方呢？你看有地狱啊，什么地狱啊？各位，你看孩子杀父母啊，杀母亲，这个人要死的时候，你看。这个正在哀怨痛苦啊，不知道哪一个人才能挽救他，求助无门啊，非常哀伤，好又好不起来，死又死不掉，这是不是像地狱啊？就像地狱一样，恶鬼，你看很多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人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很多人没有东西吃，没有衣服可以穿。有的饿死了，有的冻死了，所以你看这个地狱，这个人间有这么多地狱，有这么恶鬼、畜生，还畜生，怎么鸡鸭狗猫这么多人来转世在畜生道，这个盈满了，充满到处都是啊，到处这个人间为什么这样？除了这个以外，各位，除了这个以外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什么传染病啊、瘟疫啊、地震啊、大海啸啊，这个人世间，你看，那个飓风啊，那个多，这个对人是多大的伤害？那时候还没有出现这种灾难呢。现在目前很多地方都灾难层出不穷，所以这个人世间就是有地狱。有恶鬼，有畜生，到处充满，处处都可见，多不善聚，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相聚在一起啊，多灾多难呐众生苦难呐，无处伸冤呐，怎么避也避不开，逃也逃不掉。所以你看，多不善聚。愿我未来，希望我在佛陀面前发愿，希望我的未来以后，我死了以后，我的未来不闻恶声，我不要再听到这种非常凄惨悲哀的声音，我不要再听这么凶残、这么恶毒的声音，我不要听啊！我不愿意看到，我不愿意听到，不见恶人，我不要看到这些很坏的人杀父亲、杀母亲这个行为也敢做。
兄弟姊妹为了争夺财产，拼命的你杀我夺的。你看这个世间怎么这样子呢？我不愿意看到，我不愿意看到，我不愿意听到这些坏的、不好的行为啊。那唯独只有这样。后来佛陀告诉他，你不愿意看，只有唯一的办法，你赶紧念佛，发愿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是绝对的清净、绝对光明、绝对幸福的，所以才叫做极乐。极乐没有众苦，只有享受快乐；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只有一切的快乐。所以各位，只有极乐世界才不会有地狱，不会有恶鬼，不会有畜生。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才有。我们人世间永远都存在这些，因为我们众生恶业的感召，所以我们生活在这种世界里面，叫做五浊恶世。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这些所有的肮脏的地方，都在人世间不断的层出不穷。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出现，所以我们活在人世间，你没有办法避免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跳脱，真的一次要解决，唯独只有一个办法：赶紧念佛，发愿到西方，再也见不到这些不好的声音、不好的坏人，我们就不会遭遇到，不会碰触到，不会去碰触。各位，所以这个是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。释迦牟尼佛正在介绍我们这一段内容，告诉我们这维提西夫人的遭遇原来是这么悲惨。他看到人世间是这么黑暗、这么痛苦，他希望我不要再看到。那唯独的佛才告诉他：赶紧念佛，赶紧念佛，发愿西方啊，你才有指望，才有将来。各位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看，释迦牟尼佛都告诉他了，那我们。告诉他就是告诉我们众生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不要欣然接受啊？要赶紧接受啊！对不对？我们依教奉行啊！好，今天把这段内容告诉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